果你而家有啲容貌焦慮，我哋試下一齊想像下，如果你而家係20到30幾歲嘅時候，呢個係你外表嘅人生嘅頂點啦，而你去到大約30幾歲嘅時候咧，就會開始下滑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假設你擺1% 嘅資源，即係例如精神啊、時間同埋金錢落去你嘅外表度，而如果你嘅自我價值同埋自我形象有一個好主要嘅部分咧，都係來自你嘅外表咧。試想像一下，如果你嘅年齡繼續增加，外貌咧係隨住年齡會 exponentially 咁樣下降啦，可能去到30尾40歲嘅開始嘅時候，咁跟住你就要，如果你仲係同而家一樣咁注重外表咧，你就要花更多嘅資源喺外表身上啦。即係可能如果而家係1%，你可能遲啲就要花5甚至10%或者更多嚟到去嘗試 enhance 你個外表啦。即係可能你會去用多啲時間喺化妝啊、醫美啊，或者做 gym 啊等等啦。咁而當你要花更多嘅資源喺你個外表嘅時候，而你嘅自我價值同埋自我形象有好大嘅部分係來自於你嘅外表。咁當你嘅外表不再年輕，不再好似你年輕嘅時候咁美麗嘅時候咧，咁可能會對你嘅精神健康造成好大嘅負面影響啦。咁喺呢啲時候有咩方法可以 overcome 咧？可能就係你對自我價值或者自我形象嘅有啲改變嘅諗法啦，或者你會繼續用更多嘅資源去 maintain 或者增強你嘅外表啦。